来一个转折，嘿，你外天国最好冲浪的。一定啊！我直接冲到太平洋。我咧不是太平洋，这是台湾海峡。毕竟离海伤近啊，我惊恁危险哦，啊，不大啊。哎，遐敢若破一空咧。系啊，迄破口迄，迄拢一空，愈来愈大。给。一个吉他光头家，一个公家袂白唱，一个肚皮啊吹泡泡。写完了。但我吐不出来。期待咱的新歌会当顺利。对吧？雨过天晴，哦，有白有波比。对台北录音吗？头一摆录音嘛是会紧张啦，唔知过来发生啥物代志。态度的驾照。好赞！有一个东西你要注意哦，吼，你唱歌时阵的句尾你音太长了，好，较收好。对，较收咧。蔡椒头一回入来录音室配唱，咱阿达老师吼功夫尽典，提供足侪宝贵的意见。我嘛要来提出来真功夫啦，做这边的录音师。四小节咯，4小节哈。你叫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。来，现在呢？上悬。对，上悬，你要低八度。叫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。无唔对，就这。顶的车阵嘛爱可欢，勇敢地打拼。观众朋友啊，你若去卡拉 OK 唱歌，是毋是加加减减拢有一寡唱歌的问题呢？今摆你弹着啊，缀咱菜鸟啊来学一寡甲歌唱好的撇步。对，之间。生活之间，你变做之间。这我嘛在想啦吼，这因为这种有点介于那个 hip hop 的物件，因就是哆嗦这种物件是因的一个特色。体验是生活之间的趣味，体验是生活之间，哎，体验是生活之间的趣味，体验是生活之间。不要紧，这所在阮搁想看觅，这个导音是有较严重。毋过我嘛知影讲四下原本就有这种伊的特色啦。疑问你的衫是啥物色？青色的。青色。找嘛，Tiffany Green。看会到字吼？看会到。目睭袂歹，少年人好。再叫我想要飞上天，摇摆嘛免说你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好，来。再来，即摆咱来修迄个副歌的头前两句，咱各一解好无？我即摆你先听看觅你头拄唱副歌的声音吼，我需要听到情绪吼，毋是干那把声音唱出来，你要有一个开心的感觉，你要甲唱出来。演唱讲水卡，搁想要写歌，不如去考海都的驾习惯一下，你即摆无习惯啊。再叫我想要飞上天，加唱几届，伊就放我紧张啊。欢喜唱啊，身体在震动的时阵，你爱个你喙莫离莫去，莫偏去，毋是紧我的问题，是你莫偏去。我原本好好咧困中斗，伫我家己的世界咧逍遥，雄雄出现一粒美国歌，报叫我去考海都的驾照。还不错，你可能是迄个高雄腔啊，是南部腔有无？我嘛是高雄人，所以大家字拢很像一刀切吼。较黏咧。对，黏一点点试看看。好。那我们修正一下，困中岛哈，不是困中岛，困中岛。原本好好咧困中斗，不是咧唱。原本好好咧困中斗。好。好。对你也就是你也念用，那像咧讲话啦吼。好。好，搁一解。青春就是来，迄个开心一点。好。好来。摇摆嘛免说字。停。开心3倍。开心3倍。过来。毋是大声3倍哦，欢喜是欢喜3倍，吼，好来，有欢喜无？会当搁较欢喜。对哦，这那那学迄个演舞台剧时讲，你要加倍的情绪，你观众可以听到，吼。好，来搁一解哦。
摇摆嘛变世事，青春来，就是各界很不错吼，安尼有3八，我有介意吼。好。第一、第二要甲恁讨论是要菜椒啊，还是菜椒啊？想要是菜椒啊？你们是要彩椒吗？菜椒啊。对，你爱有来吼。来，手表拿下来。手表。啊，身上会轻轻空空的物件拢摕落来。哦，你有破咧，落慢慢放落地啊，因为落地啊你叮当着嘛。放对了，嘿。呀，顶关。雄雄出现一粒美国挂包，叫我酷酷海拄的驾照，有话唔敢讲出嘴。来，野营。嘿。那个原地苦落来，站起来10摆，帮助你放轻松。来啊，辛苦。伊这运动员会使啦，会看要安尼操。运动员会使，安尼100摆。国海拄的驾照，有话唔敢讲出嘴。来，野营。伊超工唱迄个片湖腔，酷酷嘛。嗨。伊超工唱片湖腔。哦。就是叫我酷酷海都。哦。啊，因为其他是唱 kick 酷。我拢讲口齿啊，口齿。口，所以你讲叫我酷酷海都的驾照，酷酷改一下，改一下，酷酷。做一寡笔记，你一边唱吼，爱一寡做笔记，你伫什么所在爱画去。你紧张会互我浪费时间，所以莫紧张。虽讲我安尼讲，会互你足紧张。好，咱录音第一毋是好听，录音第一是情绪要对。好非常济，搁一届吼。原本这条歌，尤其是头前大部分拢是用念的，所以你毋免太过在意你唱的有水无。好，回头我们修一些咬字啊，来。我原本好好咧困中昼，拄我家己的世界。好来，豆就伤长啊嘛，对无？美国。逍遥，雄雄出现一粒美国挂包，叫我酷。来，国是浊音，国是。对，美国唔是美国挂包，美国。无你会变做美国，你摕啥物用米去国，变美国，美国。歪了，歪了，好。你会使，我会使，你办得到的。You can do that. Yeah. 好 ，Go. Again. 之前一直咧练讲，我要互伊好听，毋过即摆你咧练讲，我要讲互大家拢听有。哦，你即摆咧讲话，吼，好无？好。吹爆我家己，我的海都够来试。好，其实你知影我足介意你的声音，吼，毋过你也开始会晓使用你的声音，你是有一个足特别音色的人吼，所以即摆你先试看卖，你爱互你的声音是一条线。一条线。莫一个字安尼弹出来，即摆是如着风来你拢纠正伊，吼，一出嚟就杀出嚟就莫好转来。吹爆我家己，我的海都够来试。有一个腔呢，你是这腔好特别哦。这腔就是菜椒腔。菜椒腔。菜椒腔。要对倒位去？要对倒位？要对倒位去？所以你对切花往下转一点。一束啦尔，伊就是你讲。对倒位去？一束要对倒位去？要对倒位去 ？Good。我的海都，好，不是我的海都，唔是安尼唱。我的海都。我的海都。够来试。好。要对倒位去？这条风太急。吹爆我家己，我的海都够来试。赞，出来，感谢你。这音安尼敢落会了？嗯？我讲来照安尼，我讲来照安尼。你讲话好脏哦。我讲敢落会了，敢落会了。摇摆嘛变世事。啊，你摇摆嘛变世来捌看爱青春就是青春就是所以阮才爱摕啊。青春就是咱。青春就是咱勇敢。我哪跳哪捌看啊。直接讲，好，你直接，安尼。啊，我去。啊，就等于讲，阮两个安尼了。啊，等下就是，对，啊，就是我们在中间嘛。啊，毋过等下换你的时阵，阮三样就。不想要下我，不如去考海都的驾照。菜椒是玫瑰之地，我记得，嘿。
恁规矩去翕一寡大山大海的 MV 安尼就好。好啦，帮我手就安尼，安尼，卖安尼，好，安尼，对。就是菜椒。他引导就好，看到。堪忧。那我要2个枪管。好，买菜。起码是笑我南部的无下头。今天内容式是开钱算小时的好无？紧练。放音乐来一次。我带路人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大山大海 MV 来咯。是伤过老派，会好啊啦，莫乱啊！即摆青春活力 MV 正式开拍。对，我觉得你秋一点。Action！ 有，不要回答我。多一点，然后左点快，左点快。我带路人讲会到，做会到，大山大海 MV 来咯。是伤过老派，会好啊啦，莫乱啊！即摆青春活力 MV 正式开拍。你要盖吗？不要盖。对，我觉得你秋一点。然后这个人设好像不太符合你。那可以去鸟笼。没有给盖饭。我上盖的是就是副歌啦，菜椒我想要飞上天，摇摆嘛免说，就是我即摆有个人其实因为顾虑伤济，你知无？就是会做代志会揪骹揪手，就是毋敢蠢，爱要做就是做就对啊，想啊这要创啊。2、1走。来盖饭动。我会记得有一句叫做“生活艰苦，咱顺顺啊行”。这句的意思就是，不管你是第一届，还是你是定厝啊打拼的人，就是你一定会拄到困难，一定会拄到真麻烦的代志。但是不管安怎，你嘛是爱解决，因为你无解决，你无法度行出你人生的迄条路。Action！ 那个粉等下再丢一次，还蛮好的。好，丢，不要回答我。这家家导演袂歹吼，以我妈子啦 ，MV 交互伊就对啊。看啥？紧做啦！看到我的书梦采用，还是讲我的所人改甲全部拢已经无共款，有时拄来到就失望的。毋过知影讲，其实大家真正就是拢是无共款的，就是冲突着是真正常的代志，心情就偷偷放啊轻松啊。不要笑场啊，继续。做大整了一下。花莲不？原本就无即种物件，大家想无的时阵，我就凊彩讲一句，大家拢讲，袂歹，因为海拄的教教是种，算讲是异想天开的即种物件。给多一点，然后左点快，左点快。来，看旁边很好。好，氛围啊。若是讲，过来一摆，拄着同款的代志，我嘛是会晓。各位好，各位好啦。对。电风扇摇过去。眼神再看左边一点点，很好。头一遍见面的人，斗阵困做伙20天。对。哇，这我真真正是做袂到。哇，用力啊！一毛太多了啦！不要凉，你是帅哥啊！慢点啊！
嘿嘿，享受。两个要互动，要互看哦。喊错没关系，就过去了。再后退一点点，再后退一点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就正式杀青了。恭喜各位菜鸟啊，真走人了。阮5个人拢是宜兰嘛，等你咯。好，再会。原本好好咧困中昼，伫我家己的世界咧逍遥，匆匆出现一粒美国歌，包叫我骨壳海拄的驾照。有话唔敢讲出嘴，袂爽唔敢发脾气。Air Force 不到太高，要是海拄的驾照，到底是啥物？一个台语青面牛，一个必须看涂骹，一个讲甲背袂出，一个伫边仔吹泡泡，半路先带公子卡，搁想要写歌，不如去考海拄的驾照。菜鸟想要过日子，摇摆嘛免细字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菜鸟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，大大声举着手着，叫嚣勇敢做家己。一条简单搁感动的歌，心是快乐一点仔复杂，亲像路顶的车船嘛爱靠岸，勇敢的打拼，咱会继续行，脚步愈踏愈深，心态愈来愈深，咱的故事中身体比一张白纸开始写起，体验是生活哪会有趣味，任务的意义你敢会看清？开出来为理想打拼，心酸感觉只有家己知影。生活艰苦，咱顺顺哪行？总讲一句简单几所有代表免惊。菜鸟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，大大声举着手着，叫嚣勇敢做家己。菜鸟我想要飞上天，摇摆嘛免细字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菜鸟我想要飞上天，就算大家拢看我袂起。大大声举着手着，叫嚣勇敢做家己。一条歌唱线，咱着靠着海拄的驾照。来啦，咱回头来看卖啊菜鸟啊，伫这段时间有啥物款的变化咧？精选的台语进步，大家拢看在眼内。原来这叫做哑巴。我就跟你讲夹子啊。哦。学着未？好来。姿势啊。来，跟我讲一个夹吧。哑巴。来，讲三件夹吧，夹吧，夹吧。哑巴，哑巴，哑巴。哑巴。哑巴。俊杰的 melody，嘛是互人有无共款的感动。
迄串面跟大家拢嘛有熟悉。一大大的目睭对我的看对我的心内。伊阮的身躯甲伊的真性情，目屎已经说明一切。我写出来就多，我家己拢无目睭甲看，无爱甲看。啊，毋过你有物件，你有物件生出来啊？对。啊，你个亲像一部屎啊！猪林的头壳空真正破了够大，互大家吼笑到要害真侪趣味。好，袂惊，乖乖哦。这就是愈早看到的，愈房间内底的物件。爱人嘛，人出来啊，一千。看饭自头到尾就是看饭啦。毋过大家嘛找到甲看饭相处的方式，也加咱的小可爱，不管是看伊哦，拢安尼笑眯眯。来，甲因斗相共，希望咱会当做伙完成这个无可能的任务。没有一次是我的对。会讲有影啦，我较好毋知影敢有人甲我共款好奇？哦，去刮。这叶家甲猪林，哎呀！敢会算算会变真呢？若是无这个节目，可能这世人永远拢袂有交菜。不管怎样啦，这阵菜鸟啊，因为台湾世界无共款的所在来，咱录影嘛有计数一天啊。不过看起来，因的感情吼，一定会久久长长。啊！伫来看一下这个台南市体育场，今日是猪林全运会113年的比赛。我今日就是因知我要来，所以我即马偷偷来打电话给伊，叫伊落来。怎么会这样？哦，今仔日是迄个全国运动会。好啦，比赛加油！哦，今仔日敢若看饭来帮我加油，不要紧，看我们啦。哦，够力。你们要对其他人讲，不来看比赛。今日唔免别麦就对啊。没有，其他的人哦。对啊。其他的人有咧看直播啦。系啊，这就是为菜鸟啊慢结束的心嘛，你敢知？感觉有一种做一句足长的梦，在梦醒啊。才个倒来困，然后继续倒来做梦。啊，真正足欢喜，会当伫遮学到足侪物件，家己嘛有一寡人生的体悟。啊，差不多安尼，大家再会。5、6、7、8。6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一点仔都无好耍。一开始讲来佚佗啊，来体验生活啊，咱来花莲创啥创啥，也是要去倒位踅踅看看啊。结果来到遮，有一种哄骗的感觉。你斗相共啊？我原本是想讲，应该是我爱来佚佗的，想袂到真正这么忝呢。我会想讲是大陆迄种的真人秀，就是会当交你无熟悉的人啊去讲一寡好笑的代志啊，后来愈来愈中的时阵，发现敢若差足济。阮的拍拢做正常的，对啊。嘿啊，我就唔知，唔是安怎我的画面拢是脱衫啊、脱裤。我也准是打工换宿啊，来遮佚佗的。啊，到尾啊才知影，这是要做音乐，所以有淡薄惊着。查甫人啊，千万唔通喘一支嘴啦！我想讲，感觉嘛是真趣味，
啊，毋过其实无想到讲过程，其实就是体验生活这部分算是真辛苦的。老快啊，老快！大家好，咱即摆要去提课，因为咱已经穿3天同款的课啊。哇，好料啊！加分加分加分！都在等这一刻是吗？对啊。有足侪好料会当食，足侪好爽的物件会当互咱去体验。不过我嘛，其实我是感觉足好爽的。一开始接到这个任务，其实一半是欢喜，啊一半是烦恼。少年的啊！哦，欢喜的点是因为我知影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的这个成就感有偌大。啊，但是紧张的点就是讲，这摆唔是我要做一件代志，是6个真正菜甲这菜汤拢唔知几斤重的迄种菜椒啊，甚至参台语都袂晓讲的人，尤其参竞选伊是台语是真正袂晓讲。就是你知道，浪漫这种东西要保持一点神秘感，每个人的浪漫都不一样。但等一下我发现这一段不能用。但是你袂晓讲台语，你竟然敢来？这查某囡仔趣味。然后再转过来，然后这样就出去。好，然后对啊，进来打开，进来就出去。想想，伊迄个时阵上惊的就是竞选，伊可能较外向，所以较开放，所以较吵。啊，因为我是一个做惊吵的人。其实一开始我感觉是因为大家拢较无熟悉，啊，但是我嘛是袂惊啦，我是相信讲团结力量大。今仔日准嘅哥哥要来教大家什么呢？我要来教大家金门马铃薯的讲话。台湾人讲马铃薯，金门人讲简单。大家搁做两一个简单。无要紧啊，无要紧，真正无要紧。你选择什么人，你就选择什么人就好啊。大家拢看到啊，我拢知你想啥。对啊，大家。你看啊，都是你害我被讨厌，我大部分都跟你啊。我也无做事。你看，你一直在跟别人，啊喏，一直对别人，啊我嘞，你想过我的感受无？无呢。我不跟你好了，宝宝。拍死宝宝。放开。宝宝，我要紧，我先来行。做这个代志，我做到足欢喜的啊，因为这就是我平常时无法度去体验的物件，啊来遮。像饲马啊、牵马啊，平时可能去动物园，你来远远看，啊你若是去迄种牧场，可能就付钱买票，伊就互你徛。无甲马啊遮尔啊近，摸袂到的所在，你拢会当摸。我看到这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。你迄是狗的声啦。参详一下啦，好吧？到哪讲？你甲恁朋友叫一下吧。叫一个啦。哎。真正呢？真正无啥无呢？无啥无呢？请拍马屁，请拍马屁，请拍马屁。人一多，我就较唔知影安怎讲话，啊无就是会惊讲我插话落，结果插了无好，人无反应，无趣味，安尼敢会害人做爱叫，我家己嘛做爱叫。啊，你收多啊！啊，你收多啊！啊，你收多啊！你要叫被他的。我跟我爸说，我跟陈勋跟爸爸说，我想要回家，然后爸爸就跟我说 ，Sorry， 讲台语。互我有勇气来参加这个台语的节目，就是阮爸爸啦。我就跟我爸爸讲，我就想要回去厝内底，我就想伊，爸爸就讲才第2天尔呢，对，我就想要回去厝内底呢。阮爸爸甲我讲，今嘛对母语来讲，真正是一种最重要的代志。对我来讲，袂晓讲台语，真正压力是大的。我惊我啥物拢做袂到。我是为啥物要来遮啦？笑啦！我袂晓讲台语嘛，袂晓用啊。我袂晓讲。等下，你
袂知讲啥，心思想足济啦，我就唔知影要安怎甲伊讲话，因为我也唔知影要安怎入去伊的世界内底。咱先求有，才来求好。啊，毋过已经有生出来了，已经真好啊！你一定会愈来愈好啊！你为什么要去想你歹的所在？你为什么无爱去想讲？哦，我家己写出来，就算我袂晓，毋过我嘛是家己写了，我真正我哪会遮尔老？你有啥要想讲？我哪写到遮尔老？我拄则考毋是咧做校歌，真正咧考，你即摆继续甲我交代，无使个联络啦。不行，不能让你再我哭了。水倒头。想要考啥？小感动。即摆较会发现讲，应该敢若是大家人拢会当做来，就毋是讲一个人去完成。我是真正感动着。我头仔是知影考啥，不过我有啉落来，唱歌的感觉真袂歹。哎呦，刚刚还跳舞了呢。嘿，虽然我较受伤，但是嘛是会当跳啦。嘿，大家脑力激荡，做伙激头脑，激头脑就会激出无共款的物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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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四个字，坚持到底。坚持到底，水坚持到底。水。你等下扛落来，绝对要坚持到底。歹势。啊是你要像彩虹，你要教阮迄个今仔日来寿星加讲几句话。还要寿星。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，祝我生日快乐。其实大家拢是我的足好的老师，因为我甲其他的5个人比起来，我真正就袂晓讲台语，拢是因甲我教的。大家拢辛苦啊，大家拢是为无共款的领域来的，大家接触的代志拢无共，啊，毋过所爱做一件，拢毋是咱平常时会做的代志。我知影讲，大家可能感觉有足侪辛苦的代志，毋过咱拢坚持过啊，咱已经做到遮，所以我真感谢我会当来遮，会当熟悉大家，希望以后咱会当继续做足好的朋友。这10几天，互我学着上大的就是要安怎伫音乐啊，还是讲任何一下代志，要安怎交人去交流啊，去讲较袂伤别人的话。这是我这几天的感受。自细汉交朋友的路程就无遐顺利啦，啊，有嘛较会受到别人影响。这若是我翕节目才拄到的问题，嘛是我一直以来真认真咧想的一个人生家己的思考的题目。同甘共苦的感觉，所以大家团结力会较强。迄当阵心情就是算真感动啦。真正是哪会遮搞？我感觉我伫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，找到我当初是天大地大，啥物拢唔惊的我。因为已经10几年过啊，真侪物件我家己险啊拢袂记。原本我是一个导师的角色，是我要予伊物件，我要甲教，一直到最后，今麦我才是那个被疗愈的人。再叫我想要带上你，摇摆嘛免细腻，青春就是咱勇敢的本钱。再叫我想要带上你，就算当年拢看我袂起，多多少日日笑着要啥勇敢做家己。再叫我想要带上你，就算当年拢看我袂起，多多少日日笑着要啥勇敢做。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坚持到底，一定爱坚持到底。普通小海豚。恁咧翕无？恁对做什么代？
哎，结束了。后面还有呢，我让你画面不能播，有一点素材。我可以给你一点不能用的素材。我觉得好像可能有人没有认真的拜拜。开10天下9天。他最辛苦，你看他拿2条烟这样。哇，没有这条线灯亮得起来吗？哎呦，不行嘛！没有这一支灯可以撑得起来吗？手持啊！那你持。谢谢，就是所有的摄影师跟摄影助理，他们是最辛苦。如果没有他们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作品。不辛苦啊，命苦。辛苦各位摄影师。官腔，这个官腔，官腔，你看最辛苦的时候是连续3天都吃到一样的便当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只有一个词：绝望。现在最想做什么事？回家。回去啦，大拇指啊！耶！哇，做这个效果我操！再喊几下就出来了。大家觉得我偏心，我会每个歌都掉一遍哦。拍后边啊，谢谢。哎，你是走错棚啊？我走错棚了是不是？我们这边是台语台。小顾，你为什么会哭？这个未成品为什么会哭？说一下吧。真的好辛苦哦。来说一下。真的好辛苦。那可以加薪水吗？我也想一下。真的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好辛苦，大家都好辛苦。所以要加几趴？要加几趴？我觉得。我比较在意要加几趴。然后我希望真的很多人可以看见我们，真的很想做这个节目。给我们加油，还没有完，还在继续，真的还在继续。谢谢，好吧。金杰，自我介绍一下。开放的心，没有准备，就这样来玩的。要下吗？下，你要下吗？你要下吗？一起下，一起下。咱算到3做伙扮鬼脸。来，进门，阿伯啦，进门，我就讲阿伯，我阿伯真好势。阿伯还要抬杠，我 get 到了。阿伯，你看，你拢去了逃走呢？你干嘛要抬杠啊？而且拄则讲的拢是好歌哦。我们大家感情都好的哦。来，徛铁尾啊！来，七星潭徛铁尾。啊，你哪会遮？你哪学校拢无谈？你们在喝下午茶？咱拄则已经吹了啊。安尼，阮咧无用啥。你看我的面，安尼有像咧好耍吗？敢有好耍？马仔性地较好啦。啊，迄个查某囡仔吼，可能会。安怎？就好诶。哎。前面帮我停车哦。台北观众车卡1号专线，啊先汇款哦。啊，你要包偌济？30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宜文。我敢用着，我敢。加分！我感觉家己人好，我嘛无爱人招好，所以我今仔咧为你。我开始讲干话啊。对，安尼拄则我是说
任何你访问点是。我觉得那个刚刚最自然。我感觉比起讲，我一直就想要参大家讲话，一直想到家己足压力足大。我后来是接受家己啦，就是我甲家己讲，做无好，还是做唔对，拢不要紧。上重要的是，我还阁伫遮。有时阵做家己，承认家己其实无遐尼。会晓和大家相处，对我来讲嘛是就需要去下过一个难关啊。其实就是感觉家己咧一边咧大汉，嘛是一边咧和别人学安怎相处啦。坚持到底，基恩加油！嗨，我是迪林。阮的拍拢做正常，没有对啊。系啊，我就唔知是安怎我的画面拢是烫衫啊、烫裤。喂。真正足热，但是穿这领吊裤都唔是我的特色，我的特色就是安尼。也不知道这段可不可以播？可以啦，问就是播。阮经天的舅公叫什么？是虾米嘞？到底是啥？哦，答案是软骨功。逐工啉水拢爱啉5公升，一摆就是600 cc。足忝。今仔日每日一句话。有糖。有糖，食糖熬做人，但是我唔敢食，我敢。谁要用滤镜？没有人要用滤镜啊！啊，敢不敢卸妆？卖尾针，明仔载卖尾针，请出来录音。对啊。比较都是阿美族嘛。对。知道我什么族吗？穷管不足。我也是。心拢无定对，不沉稳。哎呦，你最沉稳。就是我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看饭。你创啥？到底创啊？嗨。创啊！喂，第3天，我带恁熟识，我嘛打熟识呢。哎呦，龙哥，有啊。哎呦，哦，对马爱有爱。伊较会感受到你的爱，我怎可能爱无够？哦，爱着较惨死。爱都给假双手并用。啊，对哦啊。芋头尝一个吗？啊！中破赛30秒，讲一下现在心情。很混乱，超混乱，然后用音乐都介入，即马我心里就是一个查某囡仔。我现在是查某囡仔。因为我想要哭。21岁啊，你忙安尼操，迄真正足忝。老啊，年纪共款，毋过心内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菜家变的王一家。我要头家互我一个猪肉好诶。非常的香，因为我讲水，所以头家就请我吃。来检查看卖无？哦。你在开心什么呀？来，我大家看卖咱的尾丸。耶！咱若是无来话，我就袂当熟悉你啊。啊！上！那个神奇宝贝数到3会换人吗？沙瓦啦，青春就是安尼。
空变脸。女生每天都在变脸。想要到吗？哈哈，就是我有一个 level 想要上头。哦，想要看像诶，这是我马手嘞，看你的，看我呀，看你的马手。拿起来来啊！搞好你啊！请你找垃圾桶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做景璇。就是讲，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？前两次到底是在创啊？到底是在创啊？叠饼台。我竞选很幸福哦，有3个化妆师补妆哎，哇塞！我今年5岁。大家拢爱看这嘛，啊不，大家拢教育有混都。这个是特别服务是吗？必须吧 ，Love you，Love you。就是你知道，浪漫这种东西要保持一点神秘感，每个人的浪漫都不一样。下来好了，下了。还有几加倍。哎呦，竞选。这个可以播吗？你可不可以放一些我可以播的东西？这不能播吗？你可以剪给我。我怎么做你安呢？后面有个付费解锁的。我怎么做你安呢，宝宝？我跟你不好了，真的不好了。不行。拜拜。所有外景拢去了啊，歌嘛写出来啊，该翕的拢翕着啊，翕了后就开始落大雨。拍完开始感谢阿拉啦，感谢妈祖婆，感谢天公伯啊。人嘞？